旨意已经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实现了，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身上实现了。阿们吗？好，我们这次我们就请我们今天的华语礼拜是邀请的圣经学院的阮建民牧师。阮建民牧师今天要跟我们讲的信息是什么？给我下一张好吗？好，将丰富传给人。来，牧师请。在座的各位长子同工，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当我们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另外那一边现在还在松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刚刚还穿着校长服所以在那边主持毕业典礼，但是还没有办法完全结束，要先过来。今天是教会的松年大学，也是圣经主日，也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谢谢在过去教会的支持，也借着这样的支持，我们能够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在领受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之前，我们再次一起来感谢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和你的圣灵一同做工，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有耳可以听，听你福音的大能；有眼睛可以看，看上帝你创造的丰富的旨意。祝福我们今天，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领受福音，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也愿你的丰富帮助我们成为时代的见证。祝福我们今天的聆听跟分享。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神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提醒他们说，因为是上帝特别的恩赐，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在这不一样当中，有一个要学习的，就是说成为福音的仆人。福音的仆人其实才是比世界上更重要的身份更重要，就是你是分享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分享自己的能力。所以保罗他说，照上帝大能的运作赏赐给他，这是上帝大能的，不是人自己多厉害可以的。保罗甚至说，在信徒当中他是最微不足道的。我们不太喜欢说自己微不足道，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希望让人家知道我有几两重，对不对？像我姓阮，就不太喜欢让人家看我太软，所以开玩笑说，阮建民阮牧师你要当硬牧师，开玩笑我就是阮牧师嘛所以上帝的恩典，你可以透过保罗，因为保罗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知道我算老几呀？我算哪根葱啊？在上帝面前我微不足道，所以这是一种生命的特质，不是要表现自己多厉害，怕人家不知道你多厉害。我们常常都是如此，但是那是社会的、世界的，但是在上帝的面前，这一切都是受造的，因为你跟受造物完全不一样。上帝给你，就是你是特别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写到这边说，所以我就拥有一个特权。你知道特权很好，你喜不喜欢特权？如果有机会你有特权的话，我们大家都最好怎样？桃园市的整条哪一条路最重要的道路？中华路。中华路只要你走的时候给你开全线绿灯，好不好？好，对啊，不要塞车，你全线绿灯，这个特权最好，对不对？让你回到家全线都绿灯，那个就叫做特权。我告诉你，开车人最喜欢这种全线绿灯，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只有一次机会全线绿灯就是有一次，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叫李登辉，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李登辉是真的李登辉，是那位当过总统的李登辉，真的你知道吗？他住在外双溪，那时候我在台湾神学院服侍，所以他来上课，因为他是 VIP， 你就知道对，所以这个 VIP 他上课之前有一次他就说，牧师你可以来我家吗？来我的官邸，我就去外双溪那事先就都有安排了。结束之后他就要到神学院上课因为我开车去他就说那就
有申请有登记，就有2个警察，他的随扈就坐在我的旁边，然后上面就放着一个一闪一闪一闪的车子，然后我就跟着总统的车队，嘘，全线绿灯，一直到山上。哇，第一次不用踩刹车，爽不爽？哇，爽啊！真的都不用踩刹车，就是一直加油，然后就上山去，然后就到神学院，然后再停好车子。特权大家都喜欢，但是保罗说我是成为这个上帝福音的分享者，这个特权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特权若只是为自己，那个叫做自私；是为别人，这个才叫做特权。特权是拿来祝福人的，而不是来滥权，不是拿来为自己的好处而得。所以保罗他得到这个特权，他说这是为了福音，将福音传给外邦人，让上帝的奥秘的旨意让别人知道。所以特权通常是大家握着，但是他的特权是祝福。上帝的特权是透过我们祝福人，你才真实拥有。所以特权是为了成就别人，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愿我们基督徒都有这福音的特权，拥有这福音的奥秘，伸出手来祝福别人，将丰富传给别人。而且这是上帝这位创造主过去这个奥秘，这个丰富藏起来，但是在不同的世代，上帝借着人不断的把这个恩典给传出来。所以这是根据上帝他永恒的旨意，这个旨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的。所以这个实现就代表说已经成就，而且透过每一个人，包括在座的，持续在呈现。我记得从这个礼拜堂，应该是张老师去年还是前年落成这个礼拜堂，2年了3年了，干丢了，学长，这用这个2年了3年了，2年了大概2年左右吧对，我记得还在整修的时候，我就来看过，然后看那个蓝图，然后就在这边了解，然后我自己就在看，然后就在想象这边做起来怎么样。2年多，哇，这个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在这边聚会，这就是我们把上帝的恩典这个丰富跟别人分享，传给别人。所以我印象中来这边聚会，我大概有来3次了，然后每次来都有新人，都有新朋友。刚刚还有参加婚礼然后的这些亲友一起，我们看到这就是教会把耶稣基督这些美好的、丰富的跟别人分享。所以这是我们所努力的，因为这是一个目标。法国有一个学者叫阿斗，他说古代在训练哲学思考、哲学思辨是一种训练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又说圣经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圣经影响你多大，圣经影响你多深，会改变你的生命多丰富。你如果还是按照自己，特权就是为自己，所有一切都只是为自己，那你的世界是窄化的。但是圣经是教导我们往世界去影响更多的人。所以这是这位学者在回应人在知识文明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保罗也一样，他在写以弗所的时候，他把上帝国的丰富，把他从过去所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经验，他从他自己当一个犹太人，一种传统文化，然后他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又加上他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是能够在罗马世代里面国家里面做影响力的。我们都知道罗马公民他有机会会成为更高一层，他绝对不是普通人，更不是奴隶。即便是罗马公民还有分阶层，有生下来就是的，你是学童就是犹太公民，你的孩子孙子通通都是罗马公民。但是有一种是你必须参加对国家有功，比如说战争赢了你有功劳，所以你可以成为罗马公民。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怎样花钱买的，所以花钱就像我们有些人会担心危险，所以可能要花钱买一本护照来保护自己。所以罗马公民有这些不同的位阶，
所以你是罗马公民，本来就是从出生就是，保罗就是这一种。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段保罗曾经被一个罗马军官打了之后，罗马军官说哈，讲话才知道，保罗说未经审判你就打我，你惨了，我是罗马公民。就那个军官说我也是，我是花钱买来的啊，你是生下来就是。那个罗马军官就说啊是呀，完了，我打到不该打的人了。如果一般的人被打就皮呀蒙蒙哎，人衰倒霉，但是打了罗马公民，而且是生下来就是的，那个是更高一阶的。再强调位阶的世代，你是 VVVIP， 我只是普通人，我惨了，我有事了。所以生命的方向是什么？是在称斤两，你 IQ 多好，你的 EQ 多好，你的能力、你的财富、你的社经地位多好，那是人在找寻的生命的方向。但是福音的方向帮助我们去看到我们到底在寻求的是什么。所以当保罗在讲丰富是什么，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哲学思考的丰富很好，财富很好，另外一种是什么？身份地位。如果保罗按照他的能力，有一天他会成为元老院的一份子，可是他不是成为罗马的元老院一份子，而是成为上帝国当中的一份子。因为当他经历了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生命被改变，不是往社会，不是往有钱，不是往地位，而是往耶稣基督走的跟世人所走的不同方向。所以当保罗写这份信的时候，他有一个提醒。你知道你对你所爱的人会提醒，为什么？因为你对他有盼望。所以提醒后面是盼望。所以保罗提醒什么？说我们虽然受到罗马帝国的法律，我们也有犹太传统的法律，我们也有思想的这种方法论，这些都很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训练成为一种上帝国的儿女。但是传统的上帝国儿女就是犹太人的思想，所以犹太思想就是严谨的、纪律的，然后用严谨纪律成为生命的生活的方式。所以生命的方式就是对自己很严厉、很严谨，然后怎样子做才是对，是怎样教、怎样做都很重要。所以犹太人就在这样子的训练里面，1天、5天、10天、1年、5年、10年、50年、100年、500年、1000年、2000年下来，犹太人2000年下来，他们经过几千年的传统，就是很思想要很严肃、很认真，做事情要做到位，要认真到自己觉得100%自己满意。所以那样子的训练塑造了这个民族。所以如果我们回头看去年到今天还在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还在打，对不对？每天看新闻一定会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新闻。以色列去年10月被巴勒斯坦没有宣战就直接打了。你知道在第一时间，犹太人、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竭尽他们所能的就要回来哦，家里在打仗，他们不会说我赶快逃出来，而是跑回去，这就是训练。你家如果有事情，你是要往外跑还是要回来？如果灭火，当然就要回来灭啊。有事情回来顾自己的家。犹太人是这样子训练，但是如果华人、台湾人，我们家有事，台湾有事，你是要跑出去，还是台湾各地的台湾人跑回来？这就是训练。你要训练你的孩子不顾家，我们就继续训练。所以犹太人训练，让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人知道我们家乡、我们的迦南地有难了，他们就回来。这就是有赖于平常的教导。所以这是一种定根，也是认同。所以当保罗在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于这种认同的使命，对于那种对于福音不是只是拿来做特权，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多有 power，
我多有能力，我多优秀，不是在表现自己，而是活出耶稣基督的香气。那个香气是什么？他说我是最微不足道的。讲微不足道的时候，当然就是很客气、很小声，也代表自己什么都不是。I am nothing。要红看无啦，听懂台语哈？要被人家看自己不重要，后面那一位呼召我的才是重要。所以犹太的传统原本是纪律，因为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呼召，所以要做最棒的。但是做最棒，不是要成为骄傲，而是成为盼望。因为别人对你有信心，有盼望，因为你能够去影响别人。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让人生命有方向，耶稣来引导人走向生命的方向。所以保罗盼望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影响了他，他也影响别人。影响别人怎么影响？就是爱上帝、爱人，成为这样子的组织群体，这是我们共有的生活方式。所以他期待以弗所教会是成为一个爱上帝、爱人的组织的教会，是彼此学习用这样子的生活方式。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盼望。这盼望他不只是把盼望放在别人身上，他自己的身份、他的工作也是以这个盼望为目标。所以这个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基督的福音成为保罗的盼望。保罗也希望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因为福音，他们的生命有盼望，所以他运用这个工作，运用他的职分来宣讲福音。所以透过福音跟工作职能相称。同样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工作是什么？与福音相称。你所站立的位置就是传讲福音的地方，这是最微不足道的人，却是做最重要的事情。做最重要的事情，才会彰显你是 VIP。听懂哈？我们不是为了当 VIP 而想要当 VIP， 而是做最重要的工作，你才会成为 VIP。李登辉他是 VIP， 是因为他总统变成 VIP。我们是 VIP， 因为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最主要。若是如此的时候，你是上帝国里面的 VIP。所以当保罗在写这些的时候，他不是让人家看到你是罗马公民，你是最好学校毕业的，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办松年大学，松年大学虽然叫做大学，但是他没有第一名，没有人第一名。出来学习，每天学习，你就是第一名。所以我们鼓励年长者走出家，不是这里痛那里痛。你如果有看到我们那些阿公阿嬷，他们今天第一场礼拜一起打鼓，哇，你知道老人最怕手举不起来，对不对？那些打鼓的咚咚咚咚哈，你知道哇，你看到那些阿公阿嬷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有气魄，那个咚咚咚咚咚哈，还不会打到别人呢，旁边的多准啊！训练有素，而且没有人拉拍子。训练、教育，所以教育能够影响人的生命，教育能够改变人的特质。我们的教会在支持做松年大学，我自己每一个几乎每一年都要跑30-40间不同的分校去看他们。今天在我们嘉南教会，下礼拜六台北仁爱分校，再过去冈山分校，再过去宜兰分校，我们还有原住民分校。从台北到屏东，我们40几间的分校，然后有3000多位的学生，每个分校的学生人数不一样，但是不是在分谁的程度比较好。哇，中大没有第一名，有来上课你就是第一名，有认真学习回去分享给别人，你就是第一名。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在当学生，透过别人来分享。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他们透过耶稣来学习。所以耶稣有12个门徒，那个叫做有形的呼召，有形的身份。但是保罗没有跟随耶稣当他的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但是那个叫做无形的呼召，
但是却一样成为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往往都喜欢你的 position 是什么，你的位阶是什么，你是这个公司，你是这个团体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争那个什么。但是重要的是，你的身份是否跟福音相称？保罗虽然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被耶稣影响，他也成为那个分享福音的人。所以身份不是在说高低，身份即便是重要的身份还是微小的身份，重要的就是跟别人同得那个你这个职分所带出的意义。我是松年大学总校的校长，但是这个总校校长不是身份，而是工作的意义。当我到不同的分校去跟他们分享，听他们讲，帮忙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就让问题越来越少，福音的成果越来越多，这个才是意义。而且这个是没有薪水的，做甲无用甲要死，但是无薪水，你要不要？福音影响我们，即便这个是没有钱的工作，你是否也愿意去做？这个才是真正的奉献。所以当保罗福音去讲的时候，他一边工作一边传福音，他不叫依靠别人，成为福音的见证。你今天你的生命坐在这个地方有意义，上帝给你的身份，哪怕是微小的身份，也要参与在丰富的奥秘。那丰富的奥秘是你自己知道说，基督教对我的意义是什么？你的生命如何改变？而且在这个被改变的过程当中，你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如同宝藏一样对你的影响。以前是看电影很喜欢看那一种冒险的、寻宝的那一种影片。你知道，以前影片都会有那种宝藏图、寻宝图。你生命哪一个寻宝图呢？你有什么样子的你希望得到的最宝贵的？可能是婚姻，可能是家庭，可能是工作，可能是某一个位置，你要努力去赢得。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共同努力的，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分享者，成为一个见证者。刚刚我们的同工在分享，有没有看到我们迦南教会的报佳音？哇！报佳音都是怎样？穿红色的衣服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敬拜团都穿红色的，如果再戴张帽子，就变成圣诞老公公了。对，你知道吗？圣诞老公公大家都喜欢圣诞老公公，但是圣诞老公公不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主角。圣诞老公公如果把它改成穿成财神爷大家会更喜欢，对不对？对，但是那个也不是福音的中心。恩典宝藏是在基督的福音。当你听闻基督的福音，你知道说这是我真的需要的。哪一个地方是你需要的？是健康的需要，是灵性的需要，是经济的需要，也是知识智慧的力量。我刚刚在分享我们的松年大学，我们为什么设松年大学？你如果打松年大学，你会看到一堆新北市什么三峡松年大学什么什么区。你要新北市以前叫做台北县，台北县有一个县长叫苏贞昌，冲对不？冲，他的妈妈就是参加我们教会的松年大学，他看他妈妈上课，之后的生命，几个月、半年、1年、几年下来，他觉得说这个活动太好了我当台北县县长，现在的新北市市长，他说他就要推广在台北县的这些乡镇，所以每一个乡镇就都设，但是现在已经有的就拆掉了很好玩他觉得这个太好了，因为他的妈妈就气质不一样，变化了，生命不一样了。因为他的妈妈参加松年大学，所以他就让台北县这些乡镇都设松年大学，跟教会的名字一样，希望这些年长者领受到这种因为教育生命而改变。所以我们的松大的课程就跟大学一样，你知道大学的滥觞就从教会的修道院，从教会开始。我们有神学，就是现在的人文学科；我们有医学，就是现在的自然学科；
我们有法学，法学就是现在的社会学科。你读大学，你所有的科系都是从这三个学科延伸出去的，然后去学习、去理解、去做改变，然后越来越专门的研究。所以从这边要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上帝，这就是恩典福音的保障。我们透过医学了解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圣殿，所以身体健康，你吃什么，你的环境如何，你要去学习去计算，包括我们现在吃东西，你都会算卡路里，你的卡路里多少，那个都是在医学学科、在自然学科里面所透过学习而来的。透过这些，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然后在这里面，人跟人的互动，就从法学开始，要有纪律，要有规范，要有界限，我不可以去太 over 过你的部分，要尊重，这是社会学的学科，也是从法学开始。所以我们看到10条诫命，前面4条就是人与上帝、上帝与人的关系，从第5条到第10条，这是人跟人，是社会的与人的互动这种学科。所以这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是属于丰富的奥秘。丰富的奥秘不是为了要比谁的 IQ 比较好，现在那个 IQ 157的关在监狱里面，对不对？还好我们都不是157的啊，所以我们不是拿来取笑，而是太骄傲了会跌倒。不是以才智才能去比较，而是你接受上帝这位创造主，你接受的比例多少？你是自己怀才自傲，还是你自己生命觉得说我永远知道我还不够，所以倾向倚靠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倚靠那一边，用台语来说叫做西龟挖大饼啊。你哪边挖对几边，你要依靠谁？刚刚我们的长老同工都叫我们一起读圣经，那个依靠创造宇宙万物的，那才是我们所要追寻的。所以保罗在传讲的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奥秘，让人家知道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是保罗要分享的，因为他自己得到这样子的经验，因为他知道说这个奥秘就是上帝的亮光照亮给人，照亮给他，照亮了我觉得我生命被改变了，我也要告诉你，跟你分享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我要请大家来读一首诗，这一首诗是诺贝尔文学奖叫泰戈尔他所写的诗，总共有2页，我们先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请把你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良善，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良善走出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迷惘。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成一道光，绽放你所有的美好。这个人他所写的诗，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读啊。他用英文写的诗，你可以去看到这首诗的诗名叫做《以生命影响生命》。可能大家都在教会久了，都听过这句话“以生命影响生命”，可是那只是 title 而已啊。只是这首诗的名字，但是它的内容，其中这一段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请你活成一道光，能够影响人，不在黑暗里面。请让你的生命那个良善 goodness 能够帮助别人走出绝望。所以你的良善，你的亮光能够影响别人。他说，请把你心中的信仰，信仰是你的价值观，是你的力量。耶稣为爱而牺牲，所以钉在十字架上，那样子的信仰的力量影响至今。耶稣为福音让人的生命被改变，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是跨过以色列人、犹太人，是让世界各地。所以我们有韩国来的宣教师，愿上帝祝福他们在台湾所做的福音事工，好让宣教是跨过族群、跨过语言、跨过地理环境，
而让上帝的良善、上帝的光，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这份信仰，把它活出来，活成一道光，绽放所有的美好。所以刚刚我参加第一场礼拜，我们的松大的同学，如果一个人参加合唱团，合唱团只有一个人，那个不叫合唱团，那个叫 solo， 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一起唱的时候，就可以分布，唱出诗歌的意境不一样。一个人打鼓是技巧，一群人打鼓是美的呈现。一个人唱卡拉 OK 是自嗨，一群人一起唱卡拉 OK 是非常的开心。所以你会看到，你知道刚刚那一场礼拜阿公阿嬷在唱歌，他的一个小孙女跟着阿公阿嬷一起在唱卡拉 OK， 哇，很嗨，很开心。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请把你活成一道光，绽放所有的美好。我们的颜色不一样，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多彩多姿。教会呈现上帝创造的奥妙，就是多彩多姿。我们接纳不一样颜色的人，不同色彩的人，我们接纳不同族群的人，因为在上帝国里面就是丰富的，就是奥秘的。所以当保罗知道这些的时候，他说这个都叫做百般的智慧。尤其犹太人最强调智慧，他们很聪明，但是他们把聪明变成是自己的。我们犹太人最聪明，其他的人是笨蛋，这是他们的骄傲。犹太人自以为拥有上帝的国度最美好的，所以他们只看到自己所要看的。久了之后，连耶稣基督，他们也觉得耶稣基督你算什么？你怎么可以当我们犹太人的王？你又不是大卫的王朝的后代，你是加利利人，你是乡下人，你是没有受程度的，你没有教育，你没有水平用中国话，没水准这是人们对耶稣的批判，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意了。但是这不是上帝的智慧，这不是上帝所要的百般智慧。所以保罗知道，他如果要比较，保罗跟彼得，彼得根本不能比嘛。彼得只是一个渔夫，没有受什么训练；保罗是一个知识分子，受最好的训练。彼得只是凡人，保罗是罗马公民。彼得写的《彼得前后书》加起来多少字？保罗随便写一本《帖撒罗尼迦》丢出来就可以打败。不要说罗马书，哥林多还前后书，对不对？哪有书都赢所以他就赢到底。但是对他来讲，那个不重要。上帝透过不同的人来呈现百般的智慧。所以犹太人最喜欢引经据典。保罗就引经据典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听说诫命是什么？我们如果看现在新教的圣经，新教的圣经前面翻叫旧约，旧约是什么？那个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那个叫做诫命，那个叫律法，国家民族的根本大法。后面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拉，那写的是什么？写的是犹太人的历史。他们依靠上帝的时候就亨通，如果自以为是的时候就死得很惨，对不对？你看他们依靠上帝的时候，耶利哥城多强大，他们就绕一绕，他就倒了但是后面那个小小的城叫爱城，但是竟然输得很惨，自以为是，贪心，没有遵守上帝的话，就跌得很惨，很失败。前面的很风光，后面的很凄惨，这就是他们的历史。当他们站到上帝那一边，他们就好；当他们站到上帝的对立面，他们就很不好。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历史。你站在哪一边？弟兄姐妹，你站在哪一边？看完他们的历史，再来看从约伯记开始，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个叫做智慧文学，多美啊！你如果要追女朋友，你如果喜欢人，现在都速度更快了，以前都要写情书，对不对？雅歌就是写情书最好的一种范本。所以我们会看到智慧文学呈现那一种美善。
像我们刚刚在读泰戈尔的诗，你在读诗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很开阔，很有力量，会透过诗让我们的生命很不一样。所以文学的美形塑了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文明之美。多少我们去看到现在到现在，即便已经2000年下来，世界文明的瑰宝，你还记得昨天有一个世界消息，法国巴黎有一间圣母院，有没有？昨天又重建完成了。你看世界各国的政要都会跑去看。我们家4个人就有2个人曾经在那边驻足一整天，然后就觉得哇，那个圣母院真是漂亮。去到法国第一站就是到巴黎，去巴黎就是要去看圣母院。圣母院比巴黎铁塔对基督徒来讲更有意义，因为它里面有太多美学方面、信仰方面、历世历代的这些美好的见证，你可以在那个圣母院可以看到。所以那些文学而散发出来的美，熏陶的人性回到上帝的原本的形象。所以我们很喜欢读书、读诗，或者包括刚刚敬拜赞美团，我们在唱诗的时候，那一种生命的悸动，那种生命的感动，这个都是最好的，这都是百般的智慧。如果今天只有敬拜赞美团在上面唱，我们大家都闭嘴，那个就没有百般的智慧了。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然后先知，我们从雅歌书之后就是先知，大先知、小先知，他们在讲以色列上帝儿女我们未来的方向，即便经过不同的君王，但是仍旧有生命的方向。你还记得其中有一个叫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是经过几个君王？他总共经过4个君王，而且改朝换代哦。开玩笑，你如果说现在是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你是等到换到赖清德，可能怎样？行政院长就换人了，对不对？有没有？如果蔡英文前面是马英九，行政院长有没有换人？一定换嘛。但是但以理，他生命的方向是上帝的方向，所以改朝换代，他继续当国家的 VIP， 因为他抓住最重要的，他拥有上帝的方向，他能够改朝换代，他继续当他的 VIP， 不是他自己厉害，而是因为他站到上帝那一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站在哪一边？愿先知所讲的那个方向，愿经过不同的君王，我们都看到生命最宝贵的方向。所以当保罗在说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再讲未来，因为他遇见耶稣基督了，所以不分区域的向所有的人传福音。罗马帝国会成为过去，但是保罗所宣讲的福音没有过去。以色列的文化到今天还是继续，因为他们还是持守上帝给他们的智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希腊哲学很好，但是现在谁在跟你讲希腊？因为希腊已经整个国家怎样往下走，很惨。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哲学思考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上帝的话语，那个知识的力量。所以这都叫做百般的智慧。所以当保罗讲了完之后，他说百般的智慧是为了永恒的旨意。永恒的旨意跨过时间，跨过空间，因为上帝的旨意比我们个人更丰富，人太渺小了，所以保罗只能够说我微不足道，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这样子的永恒旨意不是让保罗反而陷入软弱，也不是进入骄傲，而是知道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的恩典让人有幸福。幸福是靠上帝的计划，靠我们参与上帝的计划，而不是靠计较。你越计较，看起来很有，但是其实却失去更多。你喜欢有人跟你计较吗？那个计较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爱跟你计较的人不会是家人。如果是家人、亲人，不要计较。有爱的人不会计较。所以各位同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计较，
我告诉你，我们曾经办松大，有一间教会就说我们不要办松大了，因为都是外面的人，台语讲拢外口人啦，拢外口人在用教会空间啦，拢外口人伫咱家占教会在用啦，所以卖办啦，把遐外口人拢赶出去。这是我们的教会，也曾经发生过，所以松大分校也有这样子，因为拢外口人，所以咱不爱跟别人分享上帝的听，我们不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这是我们自己，我们有奉献，他们没有奉献，所以不可以用我们教会。如果我们也站在这个角度的时候，你就会计较。为什么松大用这么多资源？为什么松大要这么花这么多人力？你如果计较的话，他们就没有得到上帝国度的幸福了。所以幸福是靠计划而来。当我们越计划的时候，恩典越多；越不计划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在那边计较的时候就越惨。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得到提醒，也有盼望。最后我要分享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莫特曼，他是一个叫做盼望神学。这个人他在6个月前，今年的6月过世了。他是1920年代的人，1920年，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快要100岁了，很有意思。我要分享他是一个德国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你如果想到1920年，他到20岁的时候，他就是刚好最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加入希特勒的纳粹军人。你知道纳粹军人穿着是很好看的，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当德国人，我们当纳粹军团的一份子是很好，很有盼望。而且德国一开始都赢，一直到美国加入之后，然后德军就一直一直衰败，一直输到最后被抓去关。莫特曼被关在监狱里面，英国人打赢，他被关在英国的军队的监狱里面。同样是基督徒，你们赢我们输，我的命就快没了，因为我曾经是打你的、杀你们的人的，所以现在换你们要回报我们了，要杀我们了。他在监狱里面没有盼望，他就想说：那我快死了怎么办？读圣经。上帝的话语就重新点燃他，不论未来如何，他的生命都在上帝的里面。后来被释放了，被释放之后，他就开始回到学校读书，读上帝的话语。他进入神学院，他做神学研究。后来他自己曾经关在监狱里面，没有盼望，因着上帝的话语，让他的生命有盼望，所以他的神学就用盼望这个做研究。以下我要用3个page跟大家分享我来读，大家看他从没有盼望，只顾自己，然后开始走出自我狭隘的世界，越来越开阔，一直到认识真实的上帝。我慢慢读，大家慢慢来体会当我爱上帝时，我爱身体的美妙，运动的韵律，眼睛的闪耀，拥抱，感觉，香气，千变万化的创造的声音。当我爱你时，我的上帝，我想要拥抱这一切，因为我以我的感官在你的爱之创造里来爱你，在与我会遇的万物中，你正等待着我，但是你却在外面，在我之外，怂恿我走出内心的狭隘，而进入热爱生命的开阔之处。因此，我从我自己走出来，在我的感官中发现了我的灵魂，在别人中发现了我自己。当我越爱上帝时，我越能欢喜地活着。当我越能直接而全然地活着时，我越能体验到上帝，他是生命不可穷尽的泉源，而且永远活着。我们看到他一段一段当他一开始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爱上帝，但是我更爱怎样？自己身体的感觉，那种运动的，那种眼睛的看东西的眼睛 sparkle 一直闪耀，跟别人的互动、拥抱，包括拥抱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世界、感情的世界，还有那种香气、香氛的世界，
很喜欢，欧洲人特别德国人很喜欢香的东西。他说这些千变万化的创造的这些声音，他都爱，他喜欢这一切。所以当他说我爱上帝的时候，其实第一阶段是爱自己的喜欢呐，我爱这个，我爱那个，只要我喜欢的，我统统爱。美其名叫做爱上帝。但是第二阶段他说，当我爱你时，我的上帝，我想要拥抱这一切，但是上帝，你却让我在这些接触的万物里面，你正等待着我。原来上帝的心意就慢慢让他逐渐被打开了。我们继续看，他说，原来上帝你在我的生命之外，怂恿我走出狭隘的生命，而进入热爱生命的开阔之处。所以他就走出自己，然后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发现他的灵魂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我们看到第3段，当他说，当我越爱上帝时，已经不是爱自己的，而是爱那位创造主上帝。他说一句很重要的，我越能欢喜的活着。在座的各位，你说你爱上帝，但是你有没有欢喜快乐的活着？很好，我们这边大概100个人，只有一个声音而已。你要发自内心是我欢喜快乐的活着，你有欢喜不？还是你做基督徒你感觉很累的？你当基督徒你会觉得好累哦，好不快乐哦，那你要去调整了。如果你觉得好累，好累，圣诞节应该很快乐，但是却变成搞得像受难周，有没有？累不累啊？买一件圣诞老公公衣服容易啊，买200件就麻烦了。对啊，所以有多少教会圣诞节搞得像受难周，圣诞节过后就复活节了。真的，因为我自己，但是别人很快乐，我们却很牺牲。但是你的牺牲要变成是真实的欢喜快乐。所以当我越能直接快乐的活着的时候，他就经验到上帝是生命不可穷尽的泉源。因为上帝永远活着，我们也就这样子的欢喜快乐。所以这是莫特曼跟大家分享的，他体验到从没有盼望到有盼望，所以他把这样子的丰富从上帝而来的盼望分享给别人。好，最后我们要来读结论结语，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奥秘是安排好的，因为他的旨意要让众人同享他以前隐藏的目的。这奥秘就是照亮众人，借着使徒的职分，热切地将上帝丰富的恩惠向其他的人分享。好，我们的教会下礼拜就要过圣诞节了，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成为那个使徒的职分，就是把上帝的恩惠向其他的人分享。你觉得你信耶稣很好，你就去邀请你的亲戚朋友，在圣诞节的时候来加入教会，不只是快乐的一天而已，而是快乐的一生。愿我们跟更多的弟兄姐妹同得福音的好处，因为我们是透过圣经，透过上帝的话语在影响人。愿主帮助我们。最后我要用一个圣经学院这个奉献主日的影片跟大家分享，我们大概4分多钟的影片。可以大声一点，好像声音没有出来。传道人平常都非常忙碌的服事，因此更需要进修。主圣设计多元课程，包括圣经诠释、讲道、牧养关顾、宣道、牧者的自我认识和灵命成长。透过讲师与学员的互动，帮助牧者们重新得着火热心志，
忠心回应上帝所托付的使命。针对信徒和上帝的关系，学院借着不同的基督教灵性课程和工作坊的设计，深化丰富灵命的旅程。例如，举办生态灵修体验营，我们邀请英国的 Bookless 教授带领我们探讨后疫情时代如何关心上帝所创造的美好世界。我们举办第1届基督教教育博览会，主题是重返福音现场。在当代基督教艺术工作坊，邀请基督徒艺术家分享在日常中用艺术表现信仰的敬虔，借着规划4个艺术类型的展览空间，引领与会者重返福音现场，与自己对话，完成一幅心灵艺术的信仰展演。牧者高峰会，我们邀请牧长们在高峰路上相会，将牧养作为一趟门训旅程，就会发现陪伴对象越多，所需要的策略也越多。在这个不断变动的时代，第一线的牧养与信仰教育者必然都努力寻找与尝试各种方法和工具，期待能够更有系统、更有深度的服事。针对教会需要，我们设计各种深度灵性课程和工作坊，并负责课程的内容带领与专讲。欢迎有需要协助的教会或机构，将您们的期待告诉我们，一起来规划培育课程和活动，透过具体的服务，迈向愿你旨意在地，在我们的教会机构如同在天的祷词。我们未来将持续更新与活化空间，逐步改善原有的建筑物，让它们符合现代化而且更具有信仰意涵的空间，使基督教信仰的生命之美具体落实于硬体设施之中。疫情后，已有更多兄姐莅临，使用学院各种空间举办活动和食宿。学院餐厅提供当季各种蔬食，让每位上帝儿女同桌共餐，同享主恩典。邀请您在清晨漫步于校园，亲身感受阳光的照耀，大地的青翠，绽放的花朵，体验造物主的美好创造。圣经学院的事工是上帝美丽的事工，在这里可以跟上帝相遇。邀请你跟我一起用奉献来支持圣经学院的事工，继续为圣经学院关心代祷奉献，感谢。刚刚有看到最后一个，那个是圣经学院的现任的董事长，他是一个网红，你会看到他是一个律师，他在很多那个谈话性节目，你可以看到苏家宏律师，他是用基督徒的眼光，然后在讲婚姻家庭。最近他有一本畅销书在讲遗产，他说他当律师，他看到很多的人终其一生打拼赚很多的钱，可是却成为后代子孙吵架的来源，所以他就觉得很可惜，所以他在帮助很多人，在很多的地方都分享遗产的规划要事先就要规划好，让爱持续，而不是变成爱转变成孩子对父母亲的恨，为什么给他比较多，给我比较少，然后就在那边玩 gay。所以他用基督教的眼光在做提醒。那我跟大家分享，刚刚有人在问我说，我们圣经学院有什么活动？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圣诞市集，
圣诞市集在欧洲传统的基督教的文化里面都会有办圣诞市集，然后提供不同的从教会所需要的、信仰所需要的、生活所需要的，然后举办一个市集。但是那个市集是以福音为导向，因为我们把人号召来，然后把他们分享给各个教会，请教会把这些新朋友带回教会去，然后去做福音的继续喂养关照。所以我们做圣经学院的福音事工，因为圣经学院本身没有主日礼拜，但是把人带到教会去，新竹市附近的教会。如果邀请我们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亲朋好友是住在新竹市，他还没有去教会的话，邀请他下个礼拜六12月14号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我们有一个圣诞市集，邀请他来，然后让他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是我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有活泼，有盼望，让我们的生命在喜乐当中，即使有困境，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有盼望，因为在上帝你没有难成的事。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借着诗歌，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聆听，也让我们会后开始诉说上帝你的恩惠，把人带到上帝你自己的恩典的平台，借着上帝你的话语影响更多。祝福我们今天的领受，也保守圣经学院松年大学所需要的，借着弟兄姐妹的代祷奉献跟支持，让我们成为合一的器皿。祝福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神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来吟唱这首歌。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正灰心忧伤，借我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正灰心忧伤，切莫绝望，切莫绝望，投靠耶稣，投靠就有希望。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人生旅途中，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人生旅途中，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每一次我们的牧者、教会的同工分享上帝话语的时候，
愿他们将丰富传给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让我们同得上帝话语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永恒不变的爱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临到你们的当中，好让你们的身心灵满有属天的形象。愿你们成为那一道光，照亮周围处在黑暗的人，好让他们因着你的良善，因着你的信仰而走出绝望，走出迷惘。愿福音的主耶稣影响我们，也成为福音的儿女，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有属天的恩赐，更有属天的盼望与荣耀，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一起来拍手，一起来跟随着主。哈利路亚！主你跟我走，往不变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不变下走，死因有苦紧紧跟你走。一定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战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战胜死亡，战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阿们，感谢主，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结束。请各位弟兄姐妹帮忙恢复场地。